高雄美术馆已经满30栋啊，即马来举办大型的展览。即个拜六礼拜开始，就会展出55件世界级的图，也有摄影的作品。今仔日早起，就已经看到皮卡索的作品。官方是表示讲，即摆展出的作品大多数拢是经典，而且有一寡是第一摆伫台湾展出。 非常毕卡索的精品水手工作人员非常细腻，这部作品第一届伫台湾展出，是毕卡索伫咧20期间所画的自画像。另外一项开箱的精品，则是女性摄影师兰格的移工母亲，同款伫咧台湾第一出展出。两件重量级的画作，还有摄影作品开箱，是要呼应到这届的主题。这2件作品其实刚好都是肖像画，而2件作品都代表着不同的年代，他们那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社会的现状，就透过这个开箱的方式，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跟呈现。罗美官表示，这次展览是泰迪美术馆第一届甲亚洲的收藏家合作的特展，有毕卡索、大卫霍克尼等等大师的作品，嘛有兰格、安德烈亚斯、古尔斯基的经典摄影作品。我们一直用一种破浪前行的方式，想要让高雄往更前进、更进步的方式来前进，然后持续创新，我们也持续创造新的城市价值。那一座拥有美术馆的城市，我想是幸福的。 这次展览有泰迪美术馆34件，还有21件国父基金会收藏，会当呈现着700档来艺术媒材创作的转换，还有高用的过程，会当感受到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时代，还有因的遗憾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